台南水高社文化园区的重要地标贵珠山，将以全新的面貌重新来启用，代表对历史的致敬甲文化的延续。台南市南区水高社内贵珠山，目前是台南市唯一的山，海拔差不多30公尺，为明清时期到即马保留伫原地，经过整修后，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启用。这来贵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一高峰，这个是网友的戏称，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。伫南门外地理位置，甲府城历史上观点的过去历史无共款的意义，毋若成为战后看天狗假日上好的地点，更会使看到海华山。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因为在日本时代，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剑之丘。文化局将会继续规划多元的活动，结合各种的展览甲文化节庆，伫过年时欢迎游客去行行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